陪你閱讀，陳培德牧師同你遊走書海，想你愛上閱讀，邁向成熟。香港今年嘅高考係歷史性嘅一年，因為本地大學喺暑假之後將會由傳統嘅3年制改為4年制，同期又有3年制嘅大專最後一批嘅新生。因此今年嘅高考既有末代會考生嘅中7同學應考，又有第一屆嘅高中中6同學應考，非常之熱鬧。喺呢度謹預祝各位嘅考生考試順利。今集節目當中，我會介紹一本新近出版嘅好書，就係因為有愛才有這個學系，主題係大學學科嘅起源。呢本書喺台北啱啱面世，就受到大學同埋高中嘅師生同埋家長嘅歡迎，爭相閱讀。作者係張文亮教授，佢由1996年開始擔任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環境工程系統學系暨研究所嘅教授。多年嚟，佢亦都一直受到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同埋環境保護署嘅委託，主持好多重要嘅水質生態研究同埋保護計劃。此外，佢亦都係一個深受歡迎嘅作家，普及性嘅著作超過30種，曾獲得重要嘅獎項，包括2屆金鼎獎嘅得獎，1屆入圍，吳大猷科學普及著作獎，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獎有5屆咁多，湯清基督教文藝獎、基督教文學金書獎同埋銀書獎。張教授自己亦都有一個集科學研究、環保教育同埋創作嘅一個河馬教授嘅網站，好有趣㗎，係好值得大家去瀏覽。今年張文亮佢係接受咗台灣大學邀請嚟到去參加一個叫做大學101 University 101嘅一個課程計劃。呢個課程計劃佢係以大學101人生意義嘅追尋嘅課程名稱嚟到去開課，目的係探討高等教育嘅意義，幫助新嘅同學嚟到去適應大學，明白進入大學之後嘅意義，同埋提高佢哋學習嘅興趣。喺所學嘅領域裏面嚟到去及早培育起使命感同埋意義感嚟。因為有愛才有這個學系，呢本書正正就係呢個課程嘅成果，講述高等學府裏面嘅學科佢哋嘅起源。喺呢本書裏面收錄咗包括法律學系、醫學系、教育學系、會計學系、森林學系、歷史學系、獸醫學系、生物科學系、經濟學系、農業經濟學系、地質學系、人類學系、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園藝學系、社會學系、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系、國際企業系、財務金融學系同埋資訊管理學系。介紹呢啲學系嘅由來，呢啲嘅科系嘅背後嘅重要法則，同埋創系拓荒先鋒一啲有趣嘅故事，係認識科系內涵嘅一個好好嘅途徑。如今係一個高學歷唔稀奇、文憑一張唔夠睇嘅時代，我哋選擇科系嘅方式逐漸由個人嘅性向志趣轉為評估科系未來嘅發展同埋前瞻性，於是一窩蜂嘅追求競爭嘅呢一啲嘅氛圍底下，張文亮教授係幫助我哋逆向嚟到去操作，
回頭嚟到去追溯一下大學科系嘅起源。深信呢一本書係能夠係幫助預備去讀專上院校嘅同學選擇合適嘅學系，提供有趣同埋有價值嘅參考內容。19個科系就係19個曲折動人嘅故事，你讀過咗未呢？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